娘介绍一番句话，方清来得个相信。说不是，表教不了娘逼得出高做死狗人，为当了得，急于要帮帮头。那么蔡姑娘想出来，那个高头是我晓得着，到底安做过分做过我不清爽，还来到当地方去。搿当地方肯去个，得发做过；不肯去个，绝对别家做大事。杀人花业自为当，因为小道士曾经发过嘴的呀。将来我不做过，不到襄阳，不到自为当见姑娘，就说现在方清肯去嘛，蔡姑娘这一对大事搞了些。为何此地里条路来到自为当？那么方清根据蔡姑娘指引的路，几个花球门最攻说到此地。四口自为时，理想就是自为当。现在方清当中受听，口口3年，还是该着自为当，宾客纷纷。当中啊，十里姑娘什么当中两王比乌对阿妈娘姨，个取消我，是我方清是个穷举穷乡，哪会得今朝到此地来？我当辰光伏地使用啊，少个地洞走走，今朝大了呀，一个人才弄得，但是机灵聪明。想起13年十里姑娘对自家一番嘲笑，三姑娘电影镜头上的一幕一幕，侪出现了眼睛门前，心里想老少志气不平嘛，看见个面只书中，读书人啊，出去侪了字头上，冇得没用。天的必报，做首诗不举，那还不举啊？叫神经大地不容中，世态炎凉金戈动，无少不开虽几子，一个谁无人人用？还有一位千金宝，领出2处皮革中。世事茫茫浮定人，每将几杯欲动。实讲不句，意思呢哈，世俗人情，世态炎凉，从前到现在相同，有啥个意思？还是诺欲动几杯，最刚武苍苍的人来得好，意思里向就要讽刺那个十里姑娘。你们说了老等啥人？等表叫我来帮头，我再关照蔡姑娘。蔡姑娘这次两等毛带或者最露亲啊，为啥？姑娘这个人啊，来要怕子王本和天下去行分行上，不如都能用他计划。来他欧堂里向哭分哭着，想将相思矛盾想出来分享着。我不出关门的乌队，今朝把我的绑上。这是云台杯中大将临沂国上的功臣，上去报喜，你看啊，上帝都没500，顶起码500两银子。那么想想哈，方才姑娘一番句话，我还讲一番句话，2番句话记了。等些上去告诉小姐，请小姐来比比味道看，大概叫千将尽喜送风时，西报玉髓两载人。醉呀，得，忙真泪郎来。好对出尽，这花家有种洗尽一点。去买
家。宋真之他爷娘米拉在门前，铺后一场毛病，先叫死呀。小子嘛，亲切切，一把把切结几针，情绪那病女一名字他女到一类心上，一病难当病在家，身中人为何一家，病是干话那句他细数一病风完杀。望着流浪来，那么流浪向三角做啥呢？倒是一股子受了藤村的志向，闷闷不乐的让上心事。上啥个心事？天气方晴，哎，啥奇怪？倒是三角只能自家天气，不许别人提起方晴。啥人提起方晴？倒是两百面孔欢呼。刚正蔡姑娘说子一声，说的三角。今朝我早上起来，听见老师戏出了浪街，看上去你姑要来夸赞。众人为三角听见是蛮靠的，不过让三角面孔一白，说得彩屏。你等我从今以后不许提及他。弄得个蔡姑娘落上伤的，所以了一切了下流气在。等到彩屏一追门，三角是梦初醒。我个人啊，真正走脱个走。彩屏为地上提起方寸，无非想搞搞我个婚门。那我个人好去不得去，反而是冒有理呢。不过做你的彩屏啊，我不许你提起理，我还有我个苦衷。为什么我个娘的方寸三姑娘又高一样？记得谁做知道？来娘讲了我流浪向，还是讲起方寸。前妻娘上来听见了，老夫妻吵是吵得来，心就能荡起来。真正才会一点点，也拿我美人爸爸举送定才要去吵脱得来。那么去到王八来劝我给，倘若今朝提起方寸，再不娘听见，可是不得了。娘的脾气啊，拿出来就是个。所以我从今往后流浪向，不许多提起方寸两个字。但是我自家心里想，忽然发来很气急，因为你是眼睛人啊，两家人家相依，我的终身，就让我开房送终，才要看你一个人。你得说说看，跟哪番千几里呢？所以现在一股子受了藤村的子里向。闷闷不乐，来归不饶一家呀。
太幸福了。只听见讲人辣上沙寨，官长王本赶到上沙么，但是走脱寨，到富昌去寨，再赶到富昌么，但是一发了孩子。那个人到底了罗大人，倒是现在想了想，只觉得喉咙口痒气气，血腥气，哎呀，发灵着，看上去全凭佛法，也要吐血着啊！还是回去想哩，去年还是前几里呀，想了想嘛，成功一场买病，那么取得王本一封高信，遗憾我真病。倘若今年再回病的数日，反是高兴，哪怕真的人立了我门前，还没办法子。那么自家身体在自家办容的吧，但是你对都不开那弄法，啥个？让我看看是刚刚昏闷，对。泪往心头浮两泪，室内已是水内浪。所以谁了诗里向吹这本事，刚正脑袋水里，前腔菜姑娘到流浪，走上来一口烟，这口气三家，坐了等靠班里向。顺道头想上了口样么子，口上么子，让我一过去口，所谓亲手亲家一过来，一到小家背一口嘛，哈，小家手里拿本历本，一本黄历呀。哎呀，小家你为啥看历本讲？看到历本侪要有事体了看呀。小家，你谁就是搭得我讲讲？哎呀，彩萍啊，我听你夫无不赦，夫无不待，离婚瞎讲。你有心事了还冒脱我，所以要看历本。你非要看起个么历本啊？历本几千年传下来，直到现在为了泡用场，特别农村里向，啥辰光饲养，啥辰光落果，啥辰光节气来在，侪要泡用场个。搿有辰光你自己身体蛮好，啥不啥的，觉着一样收着，哎呀，看看历本看今朝啥个节气啊？还要泡用场个，只要侬剃头磨牙，还要改好日脚，改事业。事业天子头，热人，倘是改错，改至后日，晓得这样头来牙。做生意还要改日价，开张改啥个日价？生意个布啊，1两布就是一定要发，1两发，嘿嘿，到底发么另外桩事体，讨口才到底在欢喜个呀。那你大家看见子嘛？老兄啊，恭喜啊！老兄身体健康，老兄多点奖金啊！老兄，我有那上船啊！听了大家别无心，讨口才中国将来讲嘛，五国丰登，陆续兴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国富民强，中国国力加强。中国人到世界上都谈得起，谈里再摸得出，做是好人。搿里向太会交关的了，讨口才。我有个朋友过天最近开饭店，师傅专门千店里同店，拿子50几分拿得来。要好要去套子，就说你熟头相声的本个改日脚，一改日脚嘛4个字，不宜出门，那不要死着。要好了还拿钞票呀，不宜出门，不出门不来塞个，那么哪呢？门不出，墙头上花出去，不知那不里想出来个，花子出去不墙头不到了，张公龙洞翻下来，人自家墙头上想来唬你了，周头在阿拉海。东方发好东汪啷喊个儿子，快点拿点来泥弄脱点，猪头弄脱点，让我爬起来。这个儿子也欢喜个，说的爹爹等些，让我进去看看历本看。等到里向历本一翻出来了，爹爹哈哈，历本上写出今朝本已动土啊，你再困一天吧。相信得是这样的了。哎呀，这年头现在那小家肯定有啥心事，让我听听，别家看，那么彩萍啊。听别家你才晓得，要隔壁听就听别家，里个听别家两样。随了小家杯，一只手灯墙上向一打，一只手眼里向一搓，就知道小家团经理，不晓得你方才奔上来，气得很，2道北风像小风向上的2道，猛中小家7-8分那个团经理，哎呀，风大的啦！搿团经理像风吹上来有点热溜溜，
为弟的肉样子你啥个么子讲？现在给他奇怪子，他酒店来一口嘛，哼，想不了，让你们彩屏吧。哎呀，谁觉得呀？刚才我十指那两三等我面孔一热了，下来去在。哦，现在上来生样的，伊让我被听别讲，那么取得我这里份狗出来，他那狗地上面那不里听见嘛，一样弄乱不想。哼，你不来接应我，不觉得我是接应你了还？现在对一百，这做分口去。哎呦，东讲对一百，我是高吧，我打发还是一百个出来噻个。对待小姐们子，啊，小姐啊，小比彩屏及小姐口头薄，罢了，起来。是都是小姐。彩屏是有个地方好，明明晓得小姐手里向大本立本，搞奇怪的为了问，啊，小姐啊。请问小姐，你来看什么书啊？啥个什么刚正拿到水里分口个了呀？对水里向个本事一口嘛，呀，先叫我写出来。那么拿到一本叫千年读不熟，万年背不出的立本，那是也看个来不及，那么先口气，再来就讲，那开的是万里。哦，开的是万里。那个笔记，欢喜当山刷过门的地啊，门上刷过几是四个朋友。啊，小姐啊，开完了做什么？做什么千机方清呀？年头都不太。那么像刚刚婚门吹本书，不过那一吹嘛吹到本立本，实际不能是高，要不你就来一块银高。还说一声，那开的是去年今日。看看去年今日。去年今朝有场毛病先叫我死呀！今年今朝也会生病噻，所以对付会生病噻，那个小姑娘、新郎人啊，把我寻出来着，搞吃光给慢慢看。啊，小姐啊，请问小姐，昨天的说是真呀？昨日，今朝嘛4月14，我立本翻到4月里向，看到昨日13一道嘛。哎呀，只有4个字喏，只是不你。不大好，明日日啊，文章5半，看到5半一道嘛。哎呀，但也只有4个字，非死不接。两头两头两日天才不好，今朝不知道，公要来个一天啊。小姐啊，今朝怎样啊？今朝14，看到14一道嘛。哦哟，今朝搿一道字都是多得来，太满了海呀！但是从前看立本也有个书局门槛，字少年总归发灵感，字多嘛总归喊人家。所以了，不说是搿种文盲，不是字看不懂嘛。哎，但是搿种书啊，立本般看得懂个。现在一看，哎哟，今朝喊人家玩。哟，彩屏，小姐，想今日乃是海良人。哦，今朝乃是海良人。好，你讲就是两人。实在小姐意思蛮清爽的，是人的人，就是从前辰光啦，妻子小心小不丈夫不叫名字，还称两人，一个人的人，应同事宜。当然人人开心，乱乱不想想。啊，小姐呀，想今朝古庄海良人小辈来了一个海良人，相亲参进去会见这个海良人。那个做阿说闲话讲，我讲一声海良人，就是说今朝是海日家，倒是留下来一连串在。今朝是对海日家，我是来自海日家，你还是我去旁头个海日家，日家拿旁头发子你。彩屏，小姐啊，你在北江苏什么？啊，小姐啊，向小妹来恭喜小姐后喜千金呀！哟，是从何来？啊，小姐啊，想最恭喜嘛！小姐听兵啊，那么得来人人开心，乱乱不想想在。
家分动，现在想讲着我自家觉着脑子蛮清爽，现在不理上来，忘了他是啊他，几个一他们，倒反而他都在这样。先几天不动他。我功劳大得不得了了还，连上帝不拿出来拿我打，那么蔡姑娘倒有点发觉着，就说该个辰光，砰，牡丹花台子浪向一亮，两只青眼睛替三角面亮面，烧名堂么发武器之外。蔡姑娘她是一起家。今朝来上一上，小小的是特地装备来把戏，女非家喜秋阳。那么彩萍啊，有戏子们来讲，你不讲嘛，我哪晓得呢？彩萍，究竟什么事这样啊，谢谢啊，像这个戏嘛，讲天大之喜、地大之喜、府中之喜、官阳之喜，那是极大的喜事呀！哦哟，戏个名堂倒蛮多个，究竟什么事这样啊，谢谢天兵啊！心口气分析，非银山一担家，气氛说尽气氛喜，
出之计必是家，不想反问是不想杀。想想必是闺中做事的有中去，采着牡丹两朵花，在那花下风雨来女婿家可晓得。什么子？你我往头来叫，猜猜买对我碰到新人啊！我不可能不是碰到新人，那手里啥个小了嘿，上来上个路的叫。哼，既然你讲碰到新人嘛，你忒讲忒笨，你应当问个新人他的先代吃子下去嘛？你反来不是我真，你还去做新人做啊？既然你讲新人，口里哪说下去？蔡斌，谢谢。这西家必怎样？这位西家嘛，他是想彩饼，还想生生一。什么子？西人的来唱说，你那还结婚？嘿嘿。他说的是东来水到交平要阴阳素贞不人差，一路云里等我家，手我踩着东北花。想时儿想姐妹来想事，礼不允我生不得他，专属一个不让他口气女人，听一听他吃碰反之真是他，一理无理就是他，不想请崔进去为见他。你喂喂他，接接他，开开他，翻翻他，抱抱他，问问他，试试他，求求他，谁知荒诞牛两他，看日相逢得罪他，叫不得人就是他，只怕非不句句东南人他。他们我是真，我是假，你不大有的不记他，不问根据，不懂。写这一口东啊！说我你那发后日呢，还不管他只半日再没少规章我到下头，得个他去旁头，那么这个他后续呀神呢？你真正走脱早，而是我现在可以随随便便下去，得个没啥人去旁头噶，哪不里说出来个讲？终于从这个下头平常我太欢喜，把我冲挖着，冲得来规矩一点点不叫没吃东面。那么今朝么呢，也做规矩在。他若再不做规矩，你石头要爬当头发，嘴里头哪来夸子呀？所以现在高虎的面孔一杯。走哈！不灵光哇！平常我做你马上对我剥，做了不搭档该，因为做不要吃得剥，吃得后怎么吃饭子？所以我今朝刚上去不灵娘对我对就讲，硬结结子的了。哦哟，难得现在真的有点关口子。哎，你这吹丫的，究竟后许两人是给乡亲弄相继下律？实在如此后羿儿女，莫怪侬相继够真言他了。什么呢？真的我当然，可不介绍你社交，不能只当说抽子。现在你为只有侬个当门，我得还要他两套了。今朝掏出子味道来着。啊，小姐啊，像他只能够乡亲的相继下来，他不能够让路来的。他虽然不能够让路来，他但又能够让路来的。他虽然能够让路来，终究是客气的。虽然客气呀，你与他知己的呀。这种笑话闲话讲，听不懂怪。
也是没客气的，也是没知己的。来着讲客气子了，不为知己者，那么知己子还不必客气。我又看上去我今朝里不来是话，今朝只有侬娘的牌子寄出来在。哎，你这吹丫头，究竟何须让人手给乡亲奴小了？说在谁知将你送到夫人那里，一然被子松容之大，方出奴小姐心头之怒。小姐真个光好在，当然心情开心呀，乱不起的嘞。本来小姐当大不通的，脑子鸡嘛对着身上想拍发拍发，这样拍坏人。夫人当吃不消，夫人当起来讲动态来个呀，跟哪来三家？那么讲秋子吧，讲秋嘛是姐姐啊，你哪笨得嘞？他不是不人姑爷呀？哦，不像蔡姑娘个的自讲，你现在讲没有讲秋个，真就要了他是那像他抽板，非得了他是那像他抽板，而且赢得那小将还要带一个他字出来，那么还不能监管我三个心他，这小绝对真点逼啊！啊，小姐，想这个他嘛？谁呀？谁是他呀？三个分手啊？嘿嘿，那。来人问啊，仔细是个他，对讲道，大吉他家丁背起了他，要为门称呼他，顿必然他来爱惜他，太太当等待他，万本天要心烦他，小子绿绿等待他，必是彩屏去为见。三次相两般，难道小姐聪明为猜不出他小姐可懂啊？那么现在听大概打懂了，可是懂在，他若再不懂事，神猜我不像襄阳才女，要才是比浪多讲一那比母女，实在有点没实在。听你讲，红奴才子襄阳伯伯嘛，哎呀！不是别人，是我小姑人方清来着哇。小姐是时而听不懂他，继而听有些模糊他，中而听方是明白。街上里放狗药，那么哪怕那放狗药不人女家，那么街上里放公子、放毒药、放蛇药还可以接。哪怕谁不人女，那么街上里放生、放兵、放先生，还是难得里称呼蛮多了。至少不叫称呼了，叫一个他呢。哦，一想对着，因为刚才的地气放晴，我对你面孔一白。规则里从今以后不许提及他，那么现在眼眼的绑着，所以上来嘛玩啊他，是啊他，为了赢我他一套，那么错卡的嘞，我他只一套了，得不能毛有里几十个他呀。我有三句话的呀，得来讲闲话，真正要做人当心点的。哎，怀疑肌肉的方清绑头了，不知阿门门里3年的事体哇。搿
大盯眼睛，听听看。翠屏小姐，既在蒙对台上相见，可曾分别他3年的事情？啊，小姐呀，小婢当然问过的呀。哪知晓故意子虚乌有，欺谋于我呀？子虚乌有，就哈些提出，哈些的啥？他怎样讲法？他说的，而今中斗女大，与撒花仙女俱得蓬莱山上，他已经出家从大，拿了御动几杯，醉了江湖，唱了大人了呀。什么人？别的妻子3年变他一个人，从前是个守财相公，但是给他来比个大事先生，奉旨御动几杯，吃蹦蹦唱大人，为了天浪向兜兜圈子做仙人。哎呀，真正的哈些踢出来，为啥这个哈些踢出家？现在要听到该等，心里头就不靠我着，一不靠我，但是面孔会涨红，一涨红面孔嘛，现在要头神的不响。蔡姑娘看不灵啊，面孔涨红嘛，也要发毛病的吧？非要再是砰一口血出来，没办法讲。而且小姐啊，我老早跟你讲，子虚乌有谁句哦，姑爷个点句话过来，还晓得我句话大王，我会得回讲过几个呀。而且说的好小姐啊，小姐呀，想故意塞入大家装束，还没有御史的应用，塞入江湖里等，并没有江湖的事气。这相比开来，故意的乔装改扮，做了姑娘呀，何以见得来晓得？假设你一旦改得了。这规矩啊，出自高者，做自三人者，出家扶家，出家扶族，应该问问娘，问问姑娘，问问老丈人，叫说你3个长辈谁不问呀？都是问起来别叫，问起来高知不呀？啊，是三人还问起高知不噶？这个女的吃秘密，吃三人玩。他是大人，一不大声。今朝忙里唱这一回事啊，不得了，唱着2趟。那么中间年纪轻，60、70岁唱到侬呀，不如大不归来。哎呀，现在这姑娘经理的小姐来定心呀，你搞来戏呀。那么闲话头一番句话还讲过去，我说姑娘，那3人不相信，你夫人当来把他强大杀脱。要侬小姐灵啊嫁人，好，我偏偏理呀。我是8年是千家人的衣食，小子是一时一月大一时我说你小姐不仁友啊，没办法，搿么那哈年吃铁他。剃光头出家做只死狗子，哎呀，我哈哈哩呀！我说小子是么世界呀，再去请司法，想他是深入空门把饭你一出家一做死狗啊，两面不得在。他一不讲是某一，又不把别离起个小心义气的良心。就说我实讲一讲了，姑要是讲着，说他好端端一位不卖千家小姐，因我要出去家来了。那么是我对翻门里句啊，我说姑娘。内心的只许你故意出家，我家小姐吃不得家么？你还晓得姑娘孙郎大事当被你哪讲？你讲我方子文和尚出家，没有清爽是个高了些呀。我看他并未出家为御史，
讲起个大事讲来气。不过现在关照我下去得里帮团嘛，三只要一周年的发来时，今朝不能下去的。那哈么说到彩屏啊，今朝我为三人大礼，不能到下头得里帮团。为什么啊？第一人大礼，要得啦。第三人嘛，要得啦。紫薇堂主出灵犀有，空夫人也责备我是鬼。于是讲三人大礼，所以我今朝不能下去得里帮团。那么你讲起来，哎呀，那么现在我放请下头一个子500人陪礼咯，哎，那不要紧，那不要紧讲，要得啦。倘若方家公子夫人口，你到会厅堂并不乐意。蔡姑娘这一对小家来心细想得周到，特别是第三人，结婚夫妻帮团不被人家说话，说话来小家，我下头出去不见得有面子。先请老幺帮团，个大母说，既然是小婢去了，那我要恩喜相维护为基础。
吉他不歇不露水不万岁岁，岁万花永万，一送一随体为美错美很心心柔在相飞他日密密我看谁想要算一对一嘴谁泪走冷冰冰不必只有他自己他气楚楚心朗朗水声声泪汪汪雪白白是体里不露伤心切切切人心替他太离太气两楼的原神千里个不妈妈赶不得去叫想着听得风瑟瑟，瑟风